好的，首先呢，要对于寺院的上师、主顾们、善知识们，还有佛学院当中的学生们，那么尤其是尼中寺院的尼师们，还有就是透过网络，那么再来听课的所有的在家男女信众法友们，大家扎西德勒。那么昨天呢，我们讲到了这个三净肉，也就是讨论到能不能吃肉这样的一些内容。那昨天稍微谈到比如说允许吃三净肉的部分，那么今天呢会接续着讲，还有一些没讲完。那么佛陀呢当时告诉这个出家弟子们，那么必须要托钵乞食，制定了这样子托钵的这样子的戒律。那么在托钵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些施主为了供养僧众而杀生，所以佛陀提到说，如果要吃这些如果接受这些肉的话，就必须要有三净肉那就是不是为他所杀的，就是不见、不闻、不疑这三种情况的肉是可以吃的。那么总之是避免伤害众生的原因，所以佛陀呢就制定了这样子的，如果有吃肉的话，就是允许吃三净肉。那么由于有这样子的一个开许，当时呢在印度的当时的时候，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就说佛陀的弟子可以吃肉，那所以印度当时社会中也不太清楚所谓三净肉嘛，但总之他们就听说佛陀的弟子、出家弟子可以吃肉，所以呢，当时印度社会当中其实有吃素的人是非常的多的，尤其非常喜欢素食的所谓的外道像是这个尼坚子，就是所谓的裸行外道等等，就遭到他们的一些非难、一些批评。他们批评说，佛陀的出家弟子是吃肉的，没有吃素。所以不止遭受到这些外道的非难，甚至佛陀的弟子当中呢，也有一些对于可以吃三净肉有一些反对的声音。那么主要是谁？佛教僧团当中反对的主要的人就是提婆达多。那么提婆达多是谁呢？他是这个佛陀的叔叔，那么也就是叫甘露饭王的儿子，就是提婆达多。那这是一种说法，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但总之一般说，提婆达多呢就是这个佛陀的堂哥有这样的说法。所以他曾经呢开始加入了佛教的僧团，成为了佛陀的追随者。但是之后呢，跟佛陀意见不合，同时想与这个佛陀竞争呢，所以因此他另立了这个僧团，还有教派。
那之后呢，他死了。那一种说法说他是溺水而死的，也有说呢是，这个大地裂开他直接就落入到地狱当中。总之呢，在他死了之后，他的教派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而解散。怎么知道他的提婆达多教派还持续有着呢？也就是在公元4、5世纪的时候，这个法显还有第7世纪的玄奘大师，所以这2位大师他们游历到这个印度天竺的时候，所以还看过了有这样子提婆达多的教派在活动。在他们的这些游记当中，这2位大师游记当中有记载到，提婆达多的这些教派的追随者只供奉这个过去3佛，他们却不皈依不奉这个释迦牟尼佛，有这样的一些记载。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第7世纪的时候，提婆达多的他的教派还是有着的。那么佛陀在世的时候，提婆达多犯了很大的罪业，就是犯下了破僧。所谓的破和合僧，也就是他让佛教的教团分裂为2，还有他出佛生血等等这些无间罪他犯了。出佛生血的意思是他用很多的方式他真的去这个要杀害佛陀，但最后没有成功，但也因为这样犯了出佛生血，还有之前提到破和合僧、破僧这些非常重的无间罪。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就通常说这种无间罪就像是杀父杀母一般的这样的重所以在声闻乘的经典当中提到，他之后就直接投身到地狱当中，因为犯了这样的大的罪。然而在大乘佛教的一些经典当中，也有对于提婆达多的一些授记，像是《妙法莲华经》也说他将来受记会成佛等等。甚至在一些其他大乘佛教典籍说，其实呢提婆达多呢是为了要彰显这个佛陀的功德所以示现为这样子的一种反派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同时呢让众生能够体悟到，如果造了忤逆重罪，就是无间罪的话，会堕落到地狱的。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其实它就是一个示现，一个化身而已。但无论如何，最终提婆达多是投身到地狱也好，还是最后是怎么样了，这个我们也很难说清楚。但总之呢，回到这个主题，提婆达多最开始他向佛陀就提出了有5项戒律，也就是提婆达多5法。所以他就对佛陀提出了这样子的5法。其中呢就有提到一个是，他就认为说不可以吃肉，他说不食鱼还不食肉等等等等，有这样子的5条这种比较严苛的这种戒但是当时佛陀听了之后没有接受，也没有采纳，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这个时候就佛教的僧团就可以说分裂为2。大部分当时的僧人听说都去跟随了提婆达多了，只剩下一些跟随着佛陀。那么对于这5种上戒律的内容呢，在不同部派经典中有不同的说法，但这里就不细说这5条是哪5个。那么大家可以参考，像是很多这些律藏当中都有提到，那就不细说这5个是哪5条，就提婆达多提出的这5法就不细说。
所以针对这提婆达多提出的5条戒法，虽然这个部派经典中有不同的记录说法，但是共通的一条就是说要吃素，他认为说应该吃素。那么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告诉出家弟子说，不可以随便的吃肉必须要吃肉的话，就是吃3净肉。他制定了这样的戒律。但是提婆达多却认为说，完全要断肉，一定要吃素。他就把这个想法跟佛陀说，当然没有被接纳而且之后他的出家众的追随者也都持守吃素这样的戒条。所以由于这样的一段因缘呢，所以像雷电前多给巴还有像是藏传佛教的萨迦班智达等等大师却认为说，依照这个毗奈也就是律藏来说，需要吃3净肉。如果完全不吃肉，就会变成就是不依照佛陀的律法而行的话，就会变成是在追随了提婆达多了，他的这种严苛的苦行去了。所以他们认为那是危险的行为。所以呢，现在很多藏传佛教出家众认为可以吃肉的原因主要的依据就是上面这段话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3净肉是佛陀制定的规矩，我们应该遵守。如果不遵守的话，完全不吃肉的话，连3净肉都不吃的话，就会变成是像提婆达多的这种行持一样了。所以那是危险的行为，有这样的认为。자, 당연히 쉬어야 되래셔. 가서 수수타변 도에 계신데 뭐 꿀리 뒤봐. 방법없이 집어서 하디. 로베 지면신이 이제 샤브드래셔. 那么所以如果对于这个观念我们去讨论一下我们在这个大毗婆沙论当中有一段我们可以参考。那说다 제라 해주시면 알아 롱들이 줘. 제라 해주시면 써야 돼. 가서 안 줘. 这个大毗婆沙论，这可以说是说一切有部最主要的依据的经论，就是大毗婆沙论。那么就是这一部。这里面有2段经文说就不细说总之大意是说，在佛陀的如说我弟子中大迦摄波少欲喜足，具头陀行，而博具罗呢是另外一位弟子，而是少病节俭，具境界行。他就提到有2位弟子，大迦摄跟博具罗。接着这里面提到此2何差别呢？这2位尊者有什么不同呢？尊者大迦摄波呢，所得饮食若粗若妙，随次第事，无所简别，有如2马随得而食，就是他托钵得到的，他不会去分别的。那尊者呢，博具罗所得饮食或粗或妙，减去妙者而食粗者，他是减去妙者而食粗者。所以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何故大迦摄尊者粗妙
都吃都食等食，尊者博俱罗简妙食粗呢？所以之后的这些说一切有部的这些僧人呢，就对这一点有做一些分别。因为这里所谓的妙食哦，它指的呢就是就是说所谓有肉的食物。所以这里说美食哦，美食必因害多生命，断百千头于地上，然后以多身份血肉所成，民彼有情，是故不食。所以迦摄尊者他不吃这种妙食哦。再有一种说法是美食多生种种过患，是以不食。那这里就有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如所说，博俱罗这个尊者减去妙者，这些美食妙者，未出即不受，为受以弃之。他是刚开始就不拿，还是拿了之后再把它丢弃呢？如果他从一开始就不受的话，是不行的因为佛陀有提到说，托钵乞食的时候，你不能够拣择的。那么若受以弃之，云何不损坏施主施物？就说如果你受了这样子的，比如说美食之后，你又丢弃的话，那这不就是损坏了施主还有施物呢？那所以呢，这个尊者他是什么意思？他叫做不拿美食呢？是他最开始就不拿，还是拿了之后丢弃呢？所以这里的回答是说，因言呢初即不受，应该是说从一开始就不接受。接着再一个问题说，若尔，云何名受行次第乞食度多行者？那这样你怎么样符合这个佛陀制定托钵的规矩呢？回答的是说没有问题的，因为彼尊者得天眼愿智，将乞食时呢，先观何方何村邑里相，唯有粗食，知以便往次第行起。所以他就不会，他已经有这种神通，所以他不会到那种有给予这种妙食美食，或这里所谓的会伤害很多生命的像肉食的这样子的施主家去，他有神通可以看到。所以这里提到说对，是博俱罗这个尊者他是不吃肉，是吃素的。同样呢，还有在这个央觉摩罗经当中也有提到如来长子上座迦摄，受行12头陀苦行。尤其这里提到说，上座迦摄弃舍种种干秀之食，舍肉未食受持修行不食肉法，家家乞食不恶想等等。所以从上面这两部经典来看，也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呢，也有很多出家弟子是吃素的。我们也可以从推理的角度来说，我们说婆罗门这样子的族，他们本身也就是不吃肉的。所以这些本来就像婆罗门的这样子的
族氏的人呢，他们也出家了，到僧团中，所以他们本来就是吃素。佛陀也对于这些本来就不吃肉的婆罗门这些出家弟子呢，也没有强制他们要吃肉。所以总之我认为不吃三净肉，或者说完全不吃肉，不一定就会应该被说就得被归类成提婆达多派的。所以我觉得会被说成这样啊，就说不吃肉，或者说这个三净肉不吃，也甚至不吃肉，就是被说成是有问题，是提婆达多派哦。但我觉得这个不吃肉的提婆达多认为不吃肉这个行为本身没有问题，而是因为他的动机出了问题。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提婆达多认为自己他是佛陀的亲戚嘛，之前有提到说他是这个堂哥，佛陀的堂哥，所以他有一种傲慢的心，同时呢，他也有很强烈的这种要跟佛陀竞争的、比较的这种心理，所以呢，他就想要标新立异就是刻意要去说出一些反对佛陀的三净肉的说法。所以借此呢，他彰显自己我是更厉害的，我能够持守更严谨的戒律，我能够吃素，连三净肉都不吃等等。所以他是在这样子的一种比较的竞争的这种不亲近的动机之下而说要吃素的。所以我觉得也不是因为悲悯众生而说的。但如果提婆达多当时的说法是说是为了保护动物或者爱护慈悲的心而说吃素的话呢，这就不一样了。但当时并不是这样，他并不是这样的动机，所以他提出的这提婆达多无法当中的吃素这件事情这个吃素行为本身没有问题的，而是因为他的说出来的动机是有问题的。他不是真的是这种很真诚的为了要爱护动物保护生命而说的，并不是。所以当时会说他的这个吃素说法有问题。所以一般来说，在像原始佛教、部派佛教的时候，当时这些佛教徒是可以食用这个三净肉的。之后呢，印度到了这个弘扬大乘佛教了。那个时候，那么尤其是大乘的佛经，像大般涅盘经、楞伽经、佛说央觉摩经、佛说除盖障菩萨所问经、佛说无希望经、大方等无想经等等这些如来藏学派的经典当中呢，也清楚记载禁止弟子吃肉。所以这些禁肉提倡禁肉吃素的大乘经典是很多的。而这些大乘经典呢，大部分都是三转法轮的经典，也就是如来藏学派的这些经典。这主要的原因是有很多。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大乘佛教很强调说要视众生为父母，所以如果你真的内心常常想到说你带着这样的认知众生为父母，而不就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真的心中有想到这个所有生命都是父母的话，你应该很难吃得下去就是肉你很难吃得下去。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吃肉我们的心呢会变得比较坚硬然后慢慢就这个慈悲心会比较少，变得比较小。所以因为有这样子的一种危险所以呢会强烈的禁止吃肉。尤其呢在这些如来藏的经典中认为
众生皆有佛性，所以认为不可以食用同一法界的这些众生的肉，也就是说，同样都具有佛性的众生的肉呢，我们是不能够吃的。但是呢，今天这些大乘经典的这些怎么说的，我就不多引据了。但如果各位有兴趣，可以多看《大般涅盘经》《楞伽经》《佛说央觉摩经》等等，里面都有提到。但是特别在中文当中，有一部佛经叫《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因缘不食肉经》。这里面提到什么呢？这提到说有一位叫一切智光明仙人，他之后被受记成为未来的这个弥勒菩萨。对不起，他会成为第五佛弥勒佛。他最主要就是因为慈心的因缘。那么所以在弥勒那个时候最主要就是慈心嘛，弥勒的慈心，所以那个时候如果吃肉的话呢，会犯这个堕罪的，有这样一段受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因为大乘经典当中大部分都是我们说三转法轮的经典，而慈氏菩萨这个弥勒佛，我们会说在藏传佛教来说它是他空见的，就是所谓的如来藏。所以我觉得用词上常会说自空见他空见，我们会说他空见但是很多时候用他空见就会有自空他空的纷争，所以讲到他空见最好就用就是如来藏的思想的提倡者。那么所以在讲如来藏的这些思想的时候，阐述如来藏最清楚的经典也就是这个慈氏的他的这些论著当中所谈到的内容。所以我觉得和这部分它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因缘的。也就是所以这里为什么引用这一部经典就是因为它跟所谓的中观他空的这样一个传承，或者说如来藏的一个传承有关系，所以引用。另外在大般涅盘经当中认为说三净肉被允许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它是为了帮助出家人呢慢慢的逐渐断肉而说的一种权宜的说法。同时呢，经中也认为说佛灭之后，弟子们是连三净肉都不被开许的。所以经中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是真的符合当时印度的历史真实情况，我是不清楚。但是呢，我们说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地方有声闻乘的这些行者，就是二乘的这些行者，他们却不承认大般涅盘经的这段说法，因为这是大乘经嘛，他们是不承认的。所以对于这些南传或原始佛教的僧人们，他们是不认同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所以呢一位根敦主贝，他和一个蒋达囊给查桑的一个问答集。那蒋达囊给查桑是一个国王，也就是西藏在历算上的一位很出名的大师，他的10轮的这个历算。所以这位耿敦主巴，这位10轮历算的著名的大师呢，他跟这位国王的一个问答集当中，针对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说，大般涅盘经的说法呢，他认为这是针对
大乘出家人而说的，就说哦，佛灭后弟子连三净肉是都不能吃的这种说法，他认为那是针对大乘的出家人而说的。那么讲到了吃素的时候，比如说大乘佛教当中，佛教认为因为慈悲而吃素。当我们听到这样的说法的时候，有些人会有一个疑问说，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吃一碗像白米饭也不行啦，因为为了这一碗白饭，你要种植稻米，然后要耕作等等，这整个过程当中也杀死很多虫子，不是吗？那这样子不是也在伤害生命吗？所以他们会认为说，那这样连一碗白米饭也不能吃。当然，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它并不是一个很新鲜的话题了，因为在佛经当中就有提到过，像《央觉摩罗经》中就有提到说，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亦不得用不净水熟食，比丘不应受。若如是者，如是现，等等等等。那这个大意是说，佛陀说总之说了很多之后，文殊师利菩萨就跟佛陀说，那这样我们是不是也不能够耕田了呢？或者说也不能用净水来煮食了呢？对不起，用不净水来这个熟食煮食物呢？佛陀说你这是世间的想法。若是优婆塞者，以净水做食而不得作用，那么在家居士来讲，也就是要用净水做食。若无优婆塞者，诸佛其如之何？那佛陀如果没有这个居士的话，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在家居士去这样子的煮食耕种的话，佛也没办法，佛也没办法了。所以总之呢，有陆虫、水虫，虚空亦有虫有陆地上有虫，水上也有虫，虚空中也有虫。若如是者，于净宗为恶，世间云何得修净宗？此名非问论。尤其呢，我们还会有一个想法我们其实为了吃肉是刻意要去这个宰杀这些动物的，而我们说吃一碗白饭，这个耕种杀害这些虫子，它可以说是不是刻意的，并不是刻意而为，而是你耕种的过程中，它就是会伤害到一些虫子，但你不是刻意为了要伤害虫子而耕种。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分清楚，只是杀生和杀生的恶业这两者是不同的。不然的话，不只是一碗饭吃饭了，平时走路的时候，我们也会不经意的踩死虫子所以如果从刚刚吃白饭的也不能吃的这样一个逻辑来说，那你什么事都不能做了。那所以你只是不断的限制自己，而变成是一种借口而已，或者只是提出一个问题而已，但你其实没有办法真的去实践它，是没用的。很多时候我们的提问跟怀疑只是为了提问而提问，或者为了反驳而反驳，所以你并不是真正要处理什么问题。所以总而言之，大乘佛教主要是修持是什么呢？就是对于众生的慈悲。同时大乘经典当中也都全面的禁止食肉，
所以在大乘佛教这些兴盛的国家当中，大部分的出家众都逐渐的这个可以说吃素，然后断肉了。尤其以中国佛教来说，是最清楚的一个例子。一般来说，整个中国佛教，整个中国当中比较开始吃素是整个当佛教传入中国500年之后才开始的。而在之前呢，这个中国佛教出家众吃素呢，是看个人的习惯的，并没有特别制定说一定要吃素的。所以在佛教传入中国500年之后，是谁开始倡导要吃素呢？那么是当时的这个梁武帝。他是在公元6世纪的这样一位皇帝，他是502年到549年这样子的一位皇帝。他呢是崇信佛教的，同时也是佛教的这个大功德主、大施主。他前后呢自己也出家过3次。他每次想要出家，然后出家之后呢，然后又被大臣请求不行这个样子，然后后来又舍戒，然后又出家又舍戒这样子。平时呢，他阅读很多的佛经，所以看到在大乘佛经当中讲到很多提倡慈悲，所以而且要断肉，他就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就禁止这个宗庙，呢用肉食祭祀，同时呢也不准呢太医以这个生类合药意思就是说在药里面用这些动物的这些来作为医药也是不行。所以可以说他是真的以身作则然后来这个推行吃素。所以他以这样子，同时以王法然后为后盾可以说强制的推行执行吃素，还同时引据像大般涅盘经楞伽经还有央觉摩罗经等等，他就撰写了一部叫断酒肉文。然后他就向出家众这个推行吃素。那他不只是说这样子推行自己的想法而已而且为了要得到共识，所以他邀请了僧尼众有198人在宫廷里举行研讨会特别针对于这个律藏还有大乘经典当中对于断肉这部分的一些争议。那因为梁武帝他自己这个佛学的这个修养是很深的，而且他的这些思维还有也是非常的思虑非常的好的，所以他提出了这个50多个问题等等。所以总之呢，当时中国就是因为梁武帝他了解到大乘佛法这个慈悲教义的重要性，所以他推行吃素，而且昭告天下，然后逐渐的影响整个中国佛教就是开始吃素。那么现在有一些说法西藏藏传佛教当中以前没有这种吃素的习惯，是因为受到了中国佛教的影响。很多藏传佛教的人会这样子想。
然后中国佛教当中也会以为说，是因为梁武帝的制定，所以中国佛教吃素，但其实也没有这么单纯，都不是这么简单。因为你看到过去的历史，可以说不是皇帝他的这个说吃素，事实上是佛陀在大乘佛经当中就有说要吃素。所以如果是这个承认大乘教义的人来讲，你也很难去反驳。当然讲到藏传佛教当中，他吃素这件事也不是现在新立的，而是以前就有的，这也是很清楚的。当然从地理位置来看，西藏要吃素是比较困难的，尤其当时也没有这种现代科技的种植的方式所以在那样的高原你很难种植。所以呢，藏传佛教传统上来讲，主要依据的是律藏当中这个三净肉是可以吃的。但是随着时代的这个传演，然后慢慢的呢，这个戒律也稍微比较不严格了，所以就什么肉都可以吃了，就不会特别注重三净肉了。甚至有的时候还有这种寺院是为了这个寺院的肉而特别宰杀，甚至呢寺院还有自己的这个屠宰场。所以如果说按照律藏毗奈耶来讲的话，的确是不符合律法的。所以呢，藏传佛教过去的很多祖师其实他们都提倡吃素的。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看到后来有很多寺院藏传佛教有这样子不如法的做法像是这些祖师提倡吃素的有像多波瓦大师，目前公家上波小表出主张之냐拉贝玛嘟嘟沙扎扎西冈村日经科尔格邦处等等等等。那么之后我们说印度尼泊尔来讲，像是第14是观音尊者，然后尼泊尔的这个乔扎仁波切，还有色达的这个法王等等那么他们也都是提倡吃素的。尤其呢，我们现在21世纪了，现在很多的这些藏传佛教的寺院很多也都吃素了，寺院里面不会再煮肉食了。当然这不是我亲眼看到，我是知道的，听说的。而很多的僧人呢也都开始吃素。那么同时也有很多这些义工人们在提倡，就是藏传佛教当中在提倡吃素。但因为现在这样一个趋势，但也有不同的一些反对的声音，一些争议的声音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多去关注的。有一些人因为自己吃素，所以会去瞧不起那些吃肉的，或者去骂那些诋毁那些吃肉的人。我觉得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这样的做法也是不好的。同时吃肉的人呢，也去这些说这些吃素的人的什么什么事情等等，我觉得这样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本来这是一件好事但结果会变成这样落入一种荒唐无意义的纷争。那么像之前提婆达多他提倡吃素，
吃素他提倡的吃素这个行为本身没有错，但是因为他的动机错了，所以后来被历史上认为说他提婆达多提倡的吃素是不对的。所以其实我们应该以那个为借鉴，我们现在重点是动机很重要，也就是我们吃素的时候，如果动机不清净的话，那的确我们就会变得跟提婆达多一样。所以我想就先这里讲到这里，休息一下。好的，那接下来就像之前上一堂课谈到在藏传佛教当中，因为这个地理环境的关系那过去要完全的吃素断肉是不容易的，所以如果是可以做到但不做的话，那当然会遭人这个会说话的。但是的确，因为西藏的地理环境那个时候要吃素是不容易的。但是从过去的祖师他们的教言当中也看到，他们其实虽然那么困难，但他们也是提倡吃素的，这在之前谈到的。那么在达波噶举当中我们来讲的话，那么也有很多的噶举的上师们呢是提到要吃素的。那么举个例子来说，那么也就是我们噶举祖师当中，也就是密勒日巴尊者，在他的道歌当中就有提到，当年他在这个雅龙富窟这个地方居住的时候，当时呢他的心子惹琼巴平常他就是比较叛逆的，所以有一种说法是，惹琼巴呢他3次的这个对密勒日巴尊者的抗命他不尊。所以总之，当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尊者呢看到他这个心子惹琼巴呢，这个心中呢升起了这个世间八法的这样的欲望。尊者就提醒他说：“你要断除这些念头。”惹琼巴心中就想：“我不是已经舍弃了家乡了吗？怎么还会受到世间八法所染着呢？”他就请问尊者说：“经典当中提到说，如果舍弃了家乡，学佛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这句话说的不对吗？”佛经当中有这样写，他就这样子问了密勒日巴尊者，尊者就说：“这就只是一个名相术语吧，只是这样子是不够的。”所以他后来尊者就说了很多的开示但惹琼巴觉得这个他也没听进去，所以这有一次呢，惹琼巴呢就带他到了雅龙这个地方去，那边呢就有一个市场，里面就有很多人呢是卖肉的，所以师徒2人呢就去这个市场里面呢去这个乞食。那么当时最主要因为市场是卖肉的市场，所以就看到有一排一排的这个肉像砌成像墙壁一样，然后很多的这些牛羊的头都堆成像山一样，这个皮呢也铺在地上满街都是然后屠宰的血也是非常的多，还有很多待宰的这些牲畜是被绑在这个桩上，在等待着被宰杀。那这时候当中呢就有一个那么有的时候宰杀这些是把它这个闷死有这种方式宰杀，再一种方式呢是用手呢伸到这些动物的肚子里去掏它的内脏，
所以总之就有这样看到，就有这样的一个人呢，他正在宰杀这样一头大黑羊，然后他手伸进去，把这些羊的内脏就掏出来。首先把他的这个肚子要先这个切开嘛，然后但这时候呢，这只羊大概痛到就结果挣扎着就跑出来了。所以呢，它这是肠子呢就掉在了身体外面，还跑出来，跑离开了，然后就很恐惧的在这个哀叫着，而且浑身都在颤抖着，所以就这样子蹒跚的跑到了尊者的父子的面前，好像要来皈依求救一样。那总之，尊者就在尊者的面前呢，这只羊呢就死了。那尊者看到这样一个情况，他大悲心哦，就非常难过，就流下了这个眼泪哦。那么他就马上为这头羊呢，就修了这个千世破瓦法，然后将它超度，然后说引入到菩提道中了。总之就升起大悲心，唱了一首道歌。那么我想就给各位看一下这个道歌。这个道歌呢，我感受很深，对我很有帮助。那我先念一下：嗟乎悲哉，轮回诸有情，何不向上看取解脱道？夜苦哀嚎，呼声令人悲。错以人生有暇，何愚昧？屠杀无辜众生甚可悯，所行自找苦恼甚伤哉。杀戮父母罪肉排成墙，嗟乎！何事教子更可悲？流血成渠，何去何从哉？度虽饥饿，忍受此肉耶？如斯愚昧造恶，深可哉！众障无明，愚痴蒙蔽故，罪报自受，舍己尚有谁？见此逆行，我心甚痛哉！等等。所以这里可以看到，就是说看到了这些众生被宰杀的过程中，这些看到这些如父如母的众生正被宰杀，还有什么办法？还有看到这些好像排成墙的这样子的真是非常的难过。看到流血成渠哦，该怎么办？还有看到他们吃肉的样子，好像是饥饿到不行哦，吃肉的样子。所以有这样的一段道歌，这段是对我很有帮助的一段。所以听完这个道歌之后，之前惹琼巴呢，其实密勒日巴怎么样的开示，他都没有什么感觉。但因为这一次在市场里面看到这样一只黑羊在他们面前是这样一个惨状啊，很惨的情状，那么他也就悲从中来，那么就升起了很强烈的出离之心哦，就对上师说：“我从今之后，我要遵照您所说的，舍弃世间八法和造罪之事哦，专志修行。”那接着他还问说：“我们两个人该到哪里去修呢？”他们就说要到拉齐雪山。尊者说。那么当时呢，有很多人供养他们两人啊，那么但因为这个供养很多都是这种不善恶的这样子的一些而造作的，所以他们没有接受。同时呢，
除了弥勒日巴尊者这一段之外，噶举派的祖师像冈波巴大师、泡沫主巴、直贡鸠巴、道隆汤巴等等哦，他们也都倡导这个断肉吃素的。同时呢，传统上历史上会对于吃素的人会称为说吃素的法教的持有者，会赞叹他们这样子。所以也可以说是这种素粥哦，就是粥或者说素的这种斋饭的持有者会这样赞叹他们。那么从冈仓噶举来说，那么昨天也有提到一些了。那么第四是冈巴巴若佩多杰的提到的噶千大营教演噶千大营的一些规矩啊，一直传到了第10世噶玛巴都遵守的，就是断肉吃素的规矩。还有冈仓噶举当中，不只是大营啊，冈仓噶举的这些寺院当中也都是吃素的，也对吃素这件事情是特别赞叹的。之后呢，近代的一位大师，也是无分别教派的大师长贡罗遮太也，我觉得这一段大家看一下也是会蛮有帮助的。那长贡仁波切曾经说，罗遮太也说呢，他的大意是说呢，他觉得自己过去呢，很多这些施主供养了他很多的东西啊，所以他自己受了太多的信施，他觉得肯定这个未来会有果报的。但是呢，因为自己一生，因为这个佛法的亲近到佛法的恩德，尤其至于到金刚乘哦，所以没有违背三昧耶戒。但是呢，一些知分的这些过错肯定是有的。但是呢，平时呢也没有忽略这个忏悔，所以也总是不停的做忏悔的。虽然呢，也没有什么希望说来生投生到净土，但是呢，或许还是有可能得到1次2次投生为人，得到人身宝。尤其希望发愿自己未来能够投生为一个不用吃肉的人。所以有这样子讲过这一段话哦，也是我觉得蛮有感觉的一段话。所以总之有很多的故事过去的这些记载哦，都有提到吃素，但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讲太多。总之呢，之前谈到佛陀在世的时候，然后在佛陀之后，在印度，也就是佛教持续弘扬的时候，那么依照这些律藏所说的内容呢，也持续的僧众们也都持守这些戒律。在当时的环境呢，是可以很容易的做到这样子的持守戒律的。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话，
但是呢，现在很多出家人的生活方式和佛陀当时有很大的不同了，所以也就不再有这样子的托钵的传统了。像是南传佛教几个国家之外的藏传佛教、北传佛教的出家僧人已经没有这样的传统，托钵的传统。所以呢，寺院就需要准备僧众的食物，特别要去采购这些食物了。所以如果现在来讲，这些寺院如果寺院是吃肉的话，那么他们就会需要向商店采购大量的肉类。那你很难说这些买来的肉就是三净肉了，很难说，可能都是三不净肉了。因为已经不像以前佛陀你说托钵的时候，僧众们他是自己没有的选择，拿到什么供养就是要吃。但现在我们不托钵了，僧众来讲，他是要特别去采买回来的食物。那这时候已经是可以说有自主的权利了，变成是自主的方式在采购食品了。所以呢，如果一个寺院里面是要吃肉的话，要采购肉品的话，很难说你买来的肉是三净肉的。我们实际的经验其实大家都知道的，譬如说，如果以前寺院是吃肉的，那寺院的周围呢，就会你看到它会甚至新建一两个肉铺。但之后，如果这个寺院吃素了，你会发现那些肉摊呢，也就很快的都收摊了，关门了。所以这是亲眼可以看到的一个很实际的情况。所以很清楚说，这个肉贩摊贩就是因为了这个寺院而建的。或许所以说，因为寺院就是要吃肉嘛，所以这个肉贩就为了寺院而来的。所以呢，这是严格来说，应该你不见得有见闻看到是为年而杀，但你真的会怀疑说他是为年而杀。所以如果你去问肉贩说，这些肉是为我们而杀的吗？或许那个肉贩嘴上会说不是，因为他得卖嘛，他当然不会说什么。他说不是为你们卖的，反正很多人都会来买嘛，不是只为你们寺院的。但这个肉贩心中可能很清楚，他会想，如果不是为你们而杀的，难道这些肉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一定心里面在暗自窃笑。当然嘴上还是说不是为了你们而杀的。所以呢，佛陀在世的时候的僧团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现代寺院僧团生活方式已经是很不一样了。所以虽然的确我们现在谈的是三净肉，但是也必须考虑到现在的环境的不同了。所以过去定义的三净肉，现在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行持，是得要重新去思考的。同时也有些人对我说，譬如说我小的时候很喜欢吃肉，事实上我小时候比较能够懂得思考的时候，就会看到家乡他们会杀这些肉，杀动物。不是汉族，是一个叫撒拉族，他们会在我们的家乡来杀这些动物，我们会让他们去杀。那其实这还不是一样吗？就是自己杀或教唆别人去杀，
但是呢，心理上的这个好像会比较好一点。总之不是自己杀的嘛，叫别人杀。但总之我们家乡是这样子的，会叫这些萨拉族的人来杀。然后我也看到他们那些牛啊，整个嘴被蒙起来，然后感觉都是浑身颤抖，还在跳，想要逃脱这样子，甚至还流下眼泪看到那些牛在那边哀嚎着。那真正在被宰杀的时候，我都根本更不忍看，我都会逃跑。所以我还记得那一幕，周围当时的人也看到我会这样子跑走。然后接着，当然这个肉就被端上桌上了，因为这个传统大是吃肉的嘛。但当时我在想说，如果不是因为环境的关系是吃肉，大概我是不会要吃肉的。那当时我还是有吃，那不只是有吃，而且我也很喜欢吃肉的。尤其我在楚布寺的时候，楚布寺里面的它有自己的这个有一种干肉特别好吃，甚至连拉萨的那些贵族都会说楚布的这个干肉特别好吃，不要带其他的干肉，我只有楚布的干肉是最好吃。所以楚布寺楚布的干肉很出名的，特别好吃我也很喜欢。之后我就到了印度，那个印度的肉如果跟西藏比起来，这个味道就差一截了。以前西藏我从来没有吃过羊肉，但到了印度吃了一些羊肉之后，发现这个实在味道不如西藏，就是说很奇怪。总之呢，同时在到了印度之后，我也看到比较多这些纪录片吧，就是屠宰场的纪录片。那我就想真的是不应该吃肉了，就下定决心这个吃素。所以我是在印度开始就吃素。有些人说，当时有些人说我是因为受到了这个海涛法师的影响而断肉而吃素，但是不管说是谁的因缘而吃素都没关系，因为吃素本身是件好事。但其实实际上我吃素的原因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些纪录片。我还记得看到的时候，我想到说，我过去呢，我没有变成是屠宰场里面那样的人，但是未来我不见得不会变成这样一个屠宰场屠杀的人。所以如果为了未来生世世，我发愿说不要投身这样子屠宰场的这样子的屠杀的人的话，那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这样子好好发愿，而且也撰写了一个祭言，我都忘了我写的那首一个颂文，我写的。应该是那个善思如母重，难忍无量苦那样的一个颂文。总之呢，就写了这个颂文，然后我就发愿说就吃素了。但是我自己吃素，但也没有想就要所有人都吃素。但有一次在祈愿法会上，我就想到说，有些人也有人告诉我说，应该呼吁吃素。当时我觉得说，要提倡吃素，最好是大家自愿要吃素，而不是这个因为规约这些法令而吃素，被迫吃素是不好的。
所以记得是2004年的那一届祈愿法会的最后一天。当时呢，菩提迦叶那边就有这样一个吃素的团体哦，他们就来见我。那本来我也想说，后来也在他们的因缘之下，总之在那一天最后一天，我就呼吁说，大家吃素。有第一个发愿可以是一生吃素，同时呢，或者是发愿说一个星期当中几次，或者一个月当中几次等等啊，有吃素。就给了大家的一些选择。总之就是希望大家多关注吃素的这个议题。也因为那时候这样子的一个呼吁，很多人呢就记得那时候是在菩提迦叶的前后左右这样子围绕着修法嘛，祈愿法会。那总之我也无法全部的人都看到，但就在我能够看到的眼前的僧众，大部分都举手了。但是我看大家都举手承诺要吃素，我想应该不会都是一辈子要吃素的吧，应该不多。但是后来我发现很多举手的他们都是发愿一辈子要吃素的，所以我当时还蛮惊讶的大家原来是这么样的支持。那总之也有很多人跟我说，也有些人对我个人健康上会建议说，你还是要吃点肉，那因为你没有吃肉会可能身体会比较虚弱。也有些人说你是伽马巴，如果你吃肉的话，你可以跟这些众生结缘结下缘，那你可以这个超度他们，然后引领他们到净土去，或者说得到一个投身到善道等等。是有这样的说法了，但是我自己知道能不能够超度我自己都做不到，别人怎么说这个是我觉得是异想天开吧。所以总之我就尽力的就维持吃素，至少到现在也有10年了。所以我最大的一个经验就是吃肉跟吃素的我自己的差别就是对于吃肉的过患，还有就是对于众生的这个慈悲心真的是会增长。以前吃肉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对于动物或者这些尤其是动物没有特别的这种关心或者这种慈悲之心，但是自己因为吃素之后，所以对于那些吃肉或者动物被宰杀会特别的关注，特别的容易升起这种慈悲之心，这是我发现吃素之后最大的不同。西藏还有一种说法是这个有悲心的人吃肉，然后有这样的说法，甚至也有些人说这动物反正都被杀啦，那你吃他们的这个肉，那如果你为这些他们念这些佛号或者是咒语的话，祈愿的话，那这样子吃的话对他们也是好的，是有这样子的说法。还有在吃肉的时候能够持诵一些什么咒语，或者持诵佛的名号，也有这样子的经典，是有的。但是仔细想一想，竹巴敦列大师呢，他说的一段我觉得说得倒蛮真切的。他说是的确说有悲心的人吃肉，但他说最好还是别吃，不然有悲心的人吃肉，这是很难做到的。他就说了一个故事，他就说呢，有一个地方呢，有一次那么就应该是干旱吧，然后总之就什么就饥荒，然后整个
地区的人都没有东西吃。其中有一个人家，然后有一个年迈的父母，然后有一个年轻的孩子，他们3个人就真的，这家人真的是什么吃的就很辛苦都没有。那父母就在想，我们都老了，反正我们哪一个死了，这个肉呢就给孩子吃，那至少孩子还可以活下去。那孩子心中想的是，父母是这么的辛苦那还是自己自杀的话，把我的肉给父母的话，让父母活下去是比较好的。所以最后呢，这个孩子呢，他自己决定就是自杀。他还留下了一封信，他就说，我自杀的原因是为了父母能够活下去，所以你们一定要把我的肉吃了。如果你们不吃我的肉的话，死不瞑目。小孩就留了这样一封信。这时候父母就实在没办法了，如果不吃的话也不行，因为为了他们而死的。最后就不得不吃了，但是你可以想想怎么吃得下去所以这个父母就一边流泪一边吃。所以主巴根略就说，有悲心者吃肉，是这样一个例子。因为大乘佛教说每一个生命动物都是父母，你要这样子来想。所以像孩子的肉、父母的肉，除非是这种情况，你是不可能吃的嘛。但如果真的像这样刚刚那样子特殊的例子当中，那样子一个故事中，那样子的情况，你非吃不可的话，那个时候你吃的时候，你会看到这是那个肉吃下去的时候是一点味道都没有的，然后是一边哭着一边吃的。但我们吃肉的时候是那样吗？我们口头上说我是带着悲心在吃的，甚至有时候那个肉一端上桌子都忘了要供养了，甚至都没时间供养了，马上就太好吃就把它吃下去。所以所谓的悲心者才吃肉，那这个真的就只是这个口头禅了，并没有真的做到。还有一些人心中是这样想只要吃肉就是没悲心，但我觉得也不是这个样子因为过去历代很多的祖师都是有吃肉的你也不能说他们都是没有悲心的，也不能这样子说。但很多时候我们说要这个效法这个祖师但是真的祖师还是很不同的，他们具有那样子的证悟，那样的功德，那是我们无法知道的。我们没有到他们那样子的证悟的程度，如果要学他们去做的话，也是不行的。所以就吃素这一块，吃肉这一块，虽然说起来好听有悲心者才吃，但这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就像刚刚上面那个例子是那样的一种情况，如果真的碰到，你搞不好还吃不下去呢。总之呢，我觉得谈到吃素这样一个主题是不需要引经据典太多了。事实上，任何一个普通人，不要说佛教徒了，任何一个普通人，他仔细如果有好好想一想的话，他也会知道应该吃素的原因的。
因为吃素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的复杂，只要一个正常人想一想，他都会觉得或许应该要吃素的。比如说，如果要去洗手间，你需要特别引经据典要上厕所的重要性吗？不需要啊。当你要上就去啦，你的身体就会告诉你，喂，该上厕所了。你不去还不行，对吧？所以同样就是吃素也是一个情况的这样一个，所以不需要做太多的引经据典的来说服。像是从这些 YouTube 里面会看到一些影片吧，就是有4、5岁的小孩子，他知道说这些动物会被宰杀，所以他们就不吃，所以连4、5岁的小孩他们都知道。很多4、5岁他们都知道说，这个肉放在桌上的这个肉品是宰杀的，甚至现在很多这些超市里面的肉都包装的很好看，干干净净的。他们很多不知道，对不起，他们很多不知道，因为包装很好看，然后说是不是工厂里面制造出来的，那不知道是真的被杀的。但如果说真的把一只鸡带到他面前宰杀的话，跟着小孩可能看到这样一个宰杀的画面，他可能就不会要吃了，他就会说我不敢吃。我觉得很难说他们会说他们敢吃，就看到那幅景象的话，所以总之不需要太多的引经据典的道理去说服。所以如果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还需要用那种大道理经典来说服的话，那反而是很丢脸的一件事，说服自己，不是吗？那一般来说，我们说吃素的人大概有两类人，一种是为了自己，一类人是为了他人而吃素。那为了自己，就是身体健康啊，或者说可能是传统上家里传统就不吃。那么为了他人而吃素的，那很多时候动机就很多了，可能是关心动物的痛苦啊，保护环境啊等等而吃素。那么一般来说，整体比较全面来看很多人对于佛教和佛教徒是怎么看的呢？他们会觉得说，佛教徒就是在讲慈悲啊，在非暴力啊，在讲和平。一般来讲，很少人会说讲佛教徒就是空性，他们就会想到空性或无我，应该很少会有这样子的理解。而比较直接一想到佛教跟佛教徒就是刚刚谈到慈悲、非暴力、和平是这样子。那这是一般人的认知里是这样。所以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我们身为佛教徒却是很恣意的这样子吃肉啊，或者是饮血的话，那也要想一想大众的观感是怎么样了。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不要总是想着自己自己的感觉自我感觉很重要良好，但其实应该要看一看所有人大众的观感是什么。尤其在大乘佛教当中，我们都会说要帮助众生离开痛苦，得到快乐，不是吗？甚至我们说连祈愿每天发愿都会说希望众生离苦得乐，离开痛苦的因，得到快乐的因等等。但是我们在发愿的同时，却因为我们的口腹之欲而让很多众生生命受到了伤害，那这跟我们的发愿不是相违背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应该想一想的。
所以吃素和跟所谓的了解空性、了解无我意没那么复杂。事实上，吃素它是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本来绿拿了一米呢，本来那么送他被吓死这些，下来呀，明显在律藏当中，佛陀特别之前我们说提到三净肉，那最主要会说的原因，就是因为三净肉要观察，就是因为怕会伤害到众生。所以当时托钵的情况跟后来我们现在我们可以自己选择要吃什么食物的时候，这已经是不一样的状况。再一个想法是，有些人会想，就我吃的这个肉也不是我杀的，我也没有叫人去杀，那还是吃吧，没什么关系。但我觉得这样的想法不见得正确，因为现在我们整个的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都有一些改变了，都变成是一个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你就有供需的一个情况，你有需求就会有人供应，所以直接间接还是我们有些责任的，所以不能只是因为我没有自己这样杀就觉得没事，但别人也会为了我们而杀，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到他们呢？因为我们的需求而有人供应的那些人，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呢？接下来我想讲一下的是，就是到底世界上每天有多少动物为了我们的食物而被杀，然后同时对于整个环境有怎么样的影响，我想简略的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听得到吗？好，那以下这一段的一些内容主要是根据的是英国牛津大学一个叫 Our World in Data 中的这个数据哦。这里显示说，从1968年到2018年，在这50年当中，全世界肉类的产量增加了超过3倍。所以在2018年这一年的肉类的产量是多少呢？一吨来算的话，就是也就是3.4亿吨。那其中3.4亿吨的肉有什么样的肉呢？有690亿只鸡，一年当中，然后有10.5亿的猪，所以有690亿只鸡，还有10.5亿只猪。
还有5.74亿的绵羊跟4.79亿的山羊跟3.02亿的牛被杀，所以这些全部加起来，那么这加起来大概是多少呢？所以换句话说，这一年就仅仅是家禽而不包括海鲜的话，宰杀的数量就相当于全人类总数的10倍。就是这些动物有每年当中，2018年有超过全人类数的10倍的动物被宰杀。那或许这个数字太巨大了，太巨大了，可能没办法想象。所以我们大概算一下，如果以每天的数字来说，可能比较好理解。所以一天当中，全世界至少这个，比如说鸡，每天全球至少有1.9亿只被宰杀。那么每天呢，全球至少呢，猪的话是有410万只猪被宰杀一天。同样一天当中，大概有157万只羊被宰杀一天，而且这些大部分都是不到1岁的这个小羔羊还有一些呢是这个2个月大的。总之，这样的有157万只。再来山羊来讲每天至少也有130万的山羊被宰杀，所以大部分山羊是为了产奶的缘故但很多的屠宰场是只要是刚出生的公山羊，因为它没有奶嘛，所以就会马上被宰杀的。再来牛来说，每天有差不多有100万的牛被宰杀，一天当中。那么再根据一个数据每天中每1个小时呢，这样来看的话，就有600万的动物为了我们的食用而被杀害。所以每1个小时当中有600万的动物是为了我们的食用而被杀害，这真是很恐怖，光是要算这个数字都很难算。那这只是家禽类，其中还不包括这些海鲜、鱼类、鱼虾类，因为鱼比较难算。但是呢，根据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每天至少也大概有每天有30亿的鱼，30亿只鱼被杀。所以每天呢，大概是有30亿的鱼被杀。但事实上的数字呢，比这个应该是更多的，因为呢，因为在捕鱼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意外，就是误捕的一些鱼，不是需要捕的鱼，也被一起的网罗了。同时呢，还有一些更小的这些
这些生物，比如说虾呀，还有一些小的贝壳类啊等等，那些更是数不清哦，没有办法算的。还有贝壳类的这些海鲜，更是算不清的。所以根据这个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全世界的这个海鲜的产量大概是，如果以吨来说的话，是1.55亿吨的海鲜产量。所以上面谈到每天当中这样被宰杀这么几百亿的动物当中哦，但真的都是所谓死的有价值，都是被我们吃掉了吗？但其实也并没有。世上呢，很多动物都被浪费了，它是被杀了，但是也没有被吃掉，就浪费了。比如说，根据这个世界粮农组织哦，在2015年的一个报告说，全世界有1/3的食物被损失或者是浪费掉了。1/3的食物哦是浪费的，其中呢，如果以肉类来说，有1/5被浪费了。也就是说，假设说有700亿只动物被宰杀的话哦，其中有140亿可以说是白白浪费掉了，就是也没有被吃掉，反正就白白浪费掉了。尤其是海鲜中的浪费的这个比重是更大的。所以比这些家禽类的浪费还大，大约有每年当中有35%的这些海产品哦，海鲜哦都被浪费掉。所以这些是一些data 有关这些动物。那这就只是这些数据被宰杀动物的数据，还没有谈到说他们是被怎么样繁殖养殖哦，还有整个被屠宰的过程，那是真的无法想象的恐怖的，就像是地狱、人间炼狱一般哦，所以根本是没有办法想象、无法形容的。那可能经典中所说的地狱有动物，它都在经验着。所以因为太恐怖了，今天我想这就不多说了。那我们谈到说要饲养这些动物吧，我们的想象的画面可能是他们很干净的待在这样一个很好的牧场里面，然后吃着饲料啊，然后悠哉的走来走去，好像在西藏被放牧的自然放牧那样子的话，那可不是这样的。事实上，我敢说，只要有人看过或者了解过现在动物是怎么样被饲养和屠宰的，看过这些过程的人，以后大概都不会再想要吃肉的。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因为没有看到怎么样被饲养，怎么样被宰杀，所以才
敢继续吃肉哦。所以这么多的动物啊被我们养殖，那么也就是所谓的畜牧业，那这些对环境的影响啊，也是我们特别要关注的，至少要有一些了解的内容的。这里举一些这个家禽需要多少的资源哦，如果要养的话，举个例子来说，譬如说水，为了要饲养动物，全球畜牧业一年大概会用掉这个高达345兆这个升的水。所以就是345 trillion， 就是345兆升的水。但是如果从全人类一年大概会喝掉的水是多少？是8.6兆升的水，是人类可以喝掉的。换句话说，就是一年畜牧业的用水够全人类喝40年。所以就是为了要畜牧业用的一年中动物要喝的水，其实是人类可以喝40年。同样呢，为了生产1磅的这个牛肉，需要用掉多少水呢？需要用掉11000升的水。所以就像平常我们换句话说，比如说汉堡大家吃过吗？生产1个汉堡的牛肉，就是这样一个大小的小小的一块汉堡的牛肉，就需要3550升的水。以人来说，这相当于一个人如果每天洗澡的话，可以洗半年的用水量。所以那一小块汉堡的牛肉要做出这样的牛肉需要的水的量，等于是一个人每天洗澡然后洗半年的用水量是一样的。还有呢，全世界的淡水，就是咸水，当然海水是不能喝的，所以可以喝的饮用的淡水也不多。而这淡水当中1/3都用在了这个畜牧业上。同样的，每天全世界的人呢，饮水量一共是236亿升。然而，全世界饲养这个奶牛一天要喝掉却是这个2兆多的这个水。换句话说，每天这个世界上奶牛喝的水是全人类喝的9倍多。还有呢，每天全世界人的食物大概是多少公斤呢？人类的食物大概是95亿公斤。但是呢，全世界的奶牛每天要吃的饲料是多少公斤呢？是610亿公斤。这是全人类的吃的6.4倍等等。
所以这个水是非常耗水的。还有土地来说，畜牧业占据了整个地球将近一半的土地，这家禽占了一半的土地。所以呢，可以说畜牧业会导致这个破坏环境、水污染、生态破坏，还有造成很多动物的这些灭绝的，最主要的根源祸首可以说就是畜牧业。同样，因为畜牧业，因为饲养这些动物，那也会造成大量的垃圾。譬如说，一个牧场，那是养了大概2500只牛的牧场，它产生的垃圾量是多少呢？是相当于一个城市中住了41万人的城市。所以有41万人的城市所产生的垃圾，它是跟一个有2500只牛的牧场的这个产生的垃圾是一样，量是一样。在美国来说，动物产生的垃圾，因为畜牧动物产生的垃圾是人类垃圾的130倍。所以仅仅是美国的家禽所产生的垃圾，每秒钟大概就有52600公斤。所以52600公斤是什么概念呢？是差不多35辆车的重量。所以每秒钟这个家禽所产生的垃圾的重量是35辆车的重量。所以同样在海洋上，也因为捕鱼，然后造成整个这个大海的问题，然后同样也造成了雨林的被摧毁。尤其呢，有许多这是我们必须要提醒，有很多孩子儿童是饥饿的。在这些有很多这些饥饿的孩童生活的这个国家他们大部分的食物却都被用来饲养动物，没有给他们国家里面的这些饥饿的孩童去食用，反而是把这些食物用来去饲养动物，而这些动物又是给谁的呢？是给西方的国家去使用的。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统计，一个情况。同时呢，根据了世界这个叫粮农组织的报告，我们有说这个温室的气体嘛，那么这个家畜排放的这个温室气体占了全球的这个占量占了全球的18%。换句话说，就是养这些家禽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超过了什么呢？超过了全世界所有汽车、飞机、火车、船舶等等交通工具的排放的总和。所以这个造成了这个地球暖化，就温室气体，然后造成气球暖化是这个畜牧业是罪魁祸首。所以总之有很多这些原因今天谈到了很多吃素断肉这部分，所以从这些数据上，或者说我们说从宗教信仰上来说，不只是那样子而已，也从我们现在世界上实际的这些数据情况上，
你也会看出这个吃素它的一个重要性。但是我觉得吃素还是要有智慧，要有善巧方便的，也不是说要吃素马上就断，因为你要慢慢的善巧来做。譬如说，有的人身体的情况，尤其我以前就跟很多人说，吃素是因为是跟你自己有关的，是应该要是你自己要考虑之后做决定的，不要说是佛经这么说，传统这么说，信仰这么说而吃素，最好是自己去确定之后而吃素，这个才是比较好的，比较正确的，而不要只是因为上师这么说我才这么做。其实真正我并不想吃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吃素我觉得没有太大意义了。所以真正吃素是自己的事情，就是自己有没有想清楚，然后再去做的事情。当然，很多人最主要说没办法断肉，就是因为这个很喜欢吃肉，吃这个肉的味道实在很吸引人。这也不用说那么多，就是没办法吃素，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肉太好吃了。但如果是因为这个样子的话，但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那无论从律藏来说，或者从大乘佛教来讲，这个都是要断除的一个事情，因为这就是贪着，不是吗？所以针对要这种贪的烦恼，律藏当中也是要觉得这是要断除的。同时大乘当中也说，如果是带有贪心烦恼而吃肉的话，可能会伤害到众生，所以这也是大乘所这个禁止的。所以很多人说了很多大道理，说可以吃肉，但或许只是一个借口。或许我在猜想，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喜欢吃肉的味道，所以那些可以吃肉的大道理都只是一些借口。但这个我也没办法说清楚，最重要是自己清楚知道自己的情况。那到底我是什么原因要吃素，或者我什么原因不能够断肉，这其实都自己最清楚的。那总结来说，吃素是件好事，但是也必须善巧有智慧去做，比如说看自己的身体情况，看整个的你的周围环境的情况来做决定。然后也不要因为我吃素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而生起一种我慢，这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吃素的目的是为了这个保护生命嘛，所以这没什么好得意的，这也没什么好自以为了不起的。所以如果是你决定要吃素，那么也并不需要去这个批评或者看不起或去辱骂其他那些吃肉的人，完全没有这个用意。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反而就成为了提婆达多的追随者了。还记得之前那段历史吗？当时这个提婆达多他自己吃素，推行吃素，然后他批评佛陀，那就是因为他动机不对。所以如果我们的动机也这样子不好的话，而去批评了其他人吃肉的话呢，那你就跟提婆达多也没有两样了。那对于没有办法吃素的人来说，的确是值得可以想一想的。有些人是这样子，他如果不吃肉的话，身体情况是他就会生病。
不好意思，中间这段没听到。但总之呢，如果说吃素的或吃肉的互相之间那样争论，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像西藏现在就有这样的情况，别人看起来也觉得很奇怪，外人看来也觉得这是很奇怪，你们为什么要那样争吵？所以重点吃素真的是自己的事情，就是你自己的情况实际是什么很重要，而不要总是去看别人是不是这么做，而是知己知彼吧，就是所以要以智慧眼看自己，然后以肉眼看别人啊，大概是这样子说的。所以请大家放在心中。所以总之今天总结来讲，就是因为讲到嘎千大营断肉吃素，所以今天就提到比较多吃素的部分。但其实还有很多内容可以跟大家说，但因为时间的关系，再加上也没有时间做太多的准备哦，所以大概就讲到这里。那么明天呢还有一天的课，然后之后在后天是休息一天，之后再上一天课，16号再上一天课，然后17号会有这个上师相应法的一个共修，还没有确定共修的主题。好，今天就讲到这里。